后来目前来台湾的移工一年的上多，印尼政府日前单方面来宣布，明年开始来台湾的移工出国的费用，包括护照签证、来回机票、甲训练的费用，大约8万到10万块，转由台湾的雇主来承担。这是互弱势团体无法度接受，大家小招到印尼经贸代表处来抗议。劳动部长柯明春讲，已经透过外交的管道，向印尼来表达台湾雇主强烈的反对。禁止印尼看护工来台！禁止印尼看护工来台！身心障碍的人士由外籍移工塞着轮椅来到印尼经贸代表处抗议，但是因抗议的对象就是移工的输出国印尼。我们今天要来让印尼知道，你们不够专业，而且你们的品质很差，我们忍受你们也够了。我们希望我们政府能够多开发其他的国家。所有的不满拢来自印尼政府的新政策。明年开始，移工的护照签证、机票、训练费拢转雇主支付。申请一个印尼籍的移工，大约增加8万到10万块的费用，对弱势者来讲是沉重的负担。国际劳工团体嘛呼吁，应该开放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看护。劳动部表示，已经透过外交管道表达台湾雇主反对的立场。那有新的具体的结果会随时跟各位报告。虽然印尼的新政策是要减轻移工的负担，但是伫台湾看到雇主因为安尼加就街头抗议，嘛互台湾的移工心情真复杂。台湾国际劳工协会来呼吁，无应该放任这种弱肉相残的局面，应该透过国甲国之间的特聘制度设立管道，引进移工，才有机会互移工脱离中人的剥削。